大家好，歡迎收睇呢一節新聞，我係陳日雅。亞視決定最快今日向員工發放11月一半嘅糧，亦都會召開員工大會。新聞部代表話，新聞員工建議縮減1/3新聞時間。亞視拖欠員工11月份嘅人工，最快星期2發放半份糧，涉及大概700萬。管理層話係由主要投資者王征向客戶收取部分應收或者預收帳項支付。喺下個月4號或者5號，亦都即係大概1個禮拜之後，會發放11月份嘅其餘欠薪。不過12月份嘅人工就未有消息。亞洲電視喺呢個時間呢，依然係一個去到一個最後嘅關頭啦。每一個人都係被逼發出一個最後嘅敲聲。咁樣我喺呢度再次呼籲我哋嘅股東係可以真係注資亞洲電視。大約30名員工代表下晝同葉家寶同埋獨立經理人德勤喺勞工處開會。有份開會嘅新聞部代表引述德勤話，仍然揾緊潛在買家。葉家寶喺會上透露，暫時冇股東願意注資，其中王征更加有意全面出售亞視股份，要求員工等多2個月。亞視新聞部挨晚開會，代表話普遍員工仍然擔心欠薪情況持續，建議縮減1/3嘅新聞時間，不過認為管理層可能建議減更加多。可能佢哋會即係想再傾一個就真係可以係萬全嘅，係可以即係一路可以溫到嘅咯，就唔會係話1月1號出到街，咁跟住1月2號走咁啲人咯，到時又做唔到，我諗佢哋唔想咁樣咯。葉家寶夜晚離開亞視嘅時候就話，管理層正係作出多手準備，保證亞視正常運作。咁我哋都希望係我哋自己睇下我哋有冇一個自救嘅計劃。咁樣我哋希望係我哋嘅一啲嘅資產啦，我哋一啲嘅片源啦，我哋嘅一啲嘅廣告時段啦，咁啊仲有冇啲有心人係願意用唔同嘅方法嚟支持我哋亞洲電視呢？呢個香港人嘅電視台，呢個陪伴咗佢哋57年嘅電視台。勞工處話已經敦促亞視盡快解決欠薪嘅問題。至於會唔會檢控亞視，就仍然諮詢緊律政司嘅意見。有法律界人士就話，如果亞視下個月仍然未能夠支付剩低嘅人工，爭半個月糧都算係欠薪，唔影響員工引用僱傭條例提出自動解僱同埋遣散嘅權利。無線電視記者趙佩如報道。政府公布新農業政策諮詢文件，建議收返私人農地，設立農業園，又會成立持續發展基金，協助發展先進農業科技。喺香港務農嘅人唔多，政府推出新農業政策，展開3個月諮詢，建議包括破天荒利用收回土地條例，攞到常耕同荒置農地設立農業園，當局會興建道路、排水、排污系統等等。初步建議租約為期5年，可以續租，會優先考慮租俾受政府發展計劃影響而有意復耕嘅農戶。農業園需要大約70至80公頃土地，亦都即係大約4個圍園。呢一個面積相當於現時常耕農地面積嘅1/10。政府拒絕透露選址，但就表明農業園嘅用地唔會係有發展潛力嘅地方。擁有一啲農地嘅人士呢，佢可能即係都係唔多唔少，又會有啲諗法啊。政府收翻咁個得失喺邊度呢？我哋係會避開一啲即係政府係會已經有計劃要去規劃發展，或者係有一啲比較大嘅發展潛力嘅地方嘅。咁所以變咗呢，呢一種嘅矛盾同衝突呢，我哋希望盡量減低。高永文又話：設立農業園並非完全為咗推動新界東北發展。農業園亦都會呢可以接收，因為政府土地發展計劃而呢係失去咗耕地嘅合資格嘅農民。但係係咪呢一個計劃就係為咗要嚟做呢件事呢？就絕對唔係啦。因為有冇呢個農業園呢，政府都有呢個責任。
當局估計由諮詢到修例落實，起碼需要幾年，而且會觸及大量土地業權問題，目前難以估計所需要嘅時間同錢。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又話，如果按照今次嘅構思發展，估計將來本港嘅農業產值可以增加2億元，而蔬菜嘅產量就可以提升多1/4。另外，政府又建議設立農業持續發展基金，政府會向科研機構、專上院校、農業合作社或者係個別農民等合資格申請者提供1蚊對1蚊嘅配對資助，希望有助研發更先進嘅農業科技。無線電視記者伍偉偉報導。有水間農場負責人認為，政府建議設立農業園同埋發展基金，可以鼓勵本地農業發展。但係有傳統菜農就認為，農業園計劃嘅配套唔夠全面。喺元朗種水耕菜嘅陳先生係個體戶，5年前投資300萬起農場，單係起水管就已經使咗30-40萬。利用監控系統確保產量，亦都可以節省人手。佢認為政府構思嘅農業園有基本排水同排污設施，加上有農業持續發展基金，可以申請以1蚊對1蚊形式資助。如果政府出1蚊，我哋就出1蚊，咁你嗰個資金就會大咗。咁我哋可以添置好多嘅器材，或者做多啲自動化，咁亦都會增加個效益。合理、好有效嘅 proposal 可以換取到一個起動基金。我覺得呢個模式係最好。李婆婆喺坪輋租發展商一塊大約6萬尺嘅土地種有機菜，年租2000幾蚊。佢認為農業園唔可以住宿，對建議興趣不大。你冇理由話呢度耕田即係你依家就走咗去上水，翻屋企做農民呢，朝頭早攞新鮮貨，4、5點起身就攞落市場。夜晚有時咧做到咧食完飯再出嚟咧，仲要再攞。咁你話時間配合住嘅地方咧都好緊要。李婆婆話要喺一塊新嘅農地度耕作，最少都要1-2年嘅時間先至可以摸清呢度嘅水土係點樣，適合種乜嘢類型嘅農作物。如果將個租約期定喺5年嘅話，對農夫嚟講可能係太短，續唔到租嘅話，分分鐘會得不償失。身兼香港農業聯合會會長嘅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就認為，發展本地農產品有一定市場。外嚟嘅一啲水耕菜嘅價格咧係每公斤咧400幾蚊，咁但係咧我哋香港咧亦都有2至3間呢一類型嘅水耕種植場咧喺市面上購買銷售嘅，咁佢哋嘅價格咧其實大概都知200幾至到300幾不等。咁喺同樣質素嘅之下咧，某個程度上我哋本地生產咧係能夠有一個價格上嘅優勢，更加可以減少社會之間嘅一啲碳排放。咁對於我哋香港嘅環保意識加強嘅話咧，我覺得係有一個比較好嘅發展空間。佢提出農業園可以考慮由非牟利機構管理，提供更多彈性。無線電視記者陳日思報導。關注農業發展嘅土地正義聯盟歡迎政府推動農業發展，但係就認為只係劃出70至80公頃做農業園太少。係唔係真係冇其他嘅政策工具或者法例嘅工具，係可以令到嗰啲而家被囤積跟住特登唔俾農民去使用嘅土地係可以釋放出嚟呢？咁我哋覺得顯然唔係啦。譬如話鼓勵透過一啲鼓勵嘅措施，係鼓勵地主去租地俾農民啦，又或者反過嚟係向嗰啲荒廢土地、刻意長期荒廢土地嘅地主去徵收罰款或者稅項啦。希臘國會第3度投票推選總統失敗，出年1月提前大選。第3輪投票之中，政府提名嘅唯一總統候選人季馬斯仍然冇辦法取得所需票數。根據希臘憲法，國會推舉總統失敗，需要喺10日之內解散。總理薩馬拉斯隨即宣布將國會選舉提前喺出年1月25號舉行。薩馬拉斯早前曾經形容，國會如果冇辦法推舉新總統，等同係政治勒索，呼籲議員合作，避免國家陷入另一個危機。
喺希臘附近海域起火嘅意大利渡輪，乘客嘅救援工作已經完成，只係剩低船長同幾個水手仍然留喺船上善後。事故造成至少7個人死亡。有乘客手機影嘅片段見到，起火渡輪火勢相當猛烈，船艙內有多處起火，損毀嚴重。由高空可見，幾乎成艘渡輪被濃煙包圍。大批乘客着住救生衣喺頂層甲板暫避，等候救援。意大利同希臘嘅聯合救援隊徹夜出動直升機救起被困嘅乘客，附近10艘商船亦都加入營救。但係由於出事海域風高浪急，救援工作持續至當地星期一。當局形容救援工作相當困難。第一批獲救嘅49個乘客乘坐一艘貨船抵達意大利南部港口巴里，唔少人要用毛氈包裹身體保暖。呢一艘載住478個乘客同船員同超過200架車嘅渡輪，星期日凌晨由希臘帕特拉斯出發，前往意大利安科納港口，駛至科夫島西北面海域嘅時候，停泊汽車嘅船艙起火，火勢冇辦法受控，船長宣布棄船。歐洲海事部門話，渡輪喺最後一次檢查嘅時候，曾經發現防火門同水密門有問題，但係由於有關部門話問題唔大，得以繼續出航。無線電視記者曾巧珠報道。轉頭返嚟有其他消息。